嚟到韓國，梗係要體驗韓式嘅化妝同埋髮型以及攝影啦。睇下我點樣一秒變韓妹啦！帶大家嚟到一站式嘅 MIU，為大家介紹化妝師Diana係鄭主廚嘅專用化妝師。第一個環節係色彩測試，會非常仔細咁樣分析啱你嘅顏色同埋最適合你嘅妝容風格。當然仲有頭髮嘅顏色同埋 con 嘅顏色配搭啦，再揾出最適合自己嘅粉底顏色。化妝師一邊化妝一邊解釋用咗啲乜嘢化妝品，感覺自己上咗一堂好新檔嘅化妝課啊，真係實用到不得了啊！接住落嚟就到髮型設計啦，Diana非常細心咁每一根髮絲都唔放過啊，然後整個上半身都塗上滿滿嘅提亮霜，韓妹嘅標準就係咁高啊！到最後一個環節啦，攝影師親身指導拍攝姿勢，過程愉快又輕鬆，10分鐘就拍攝完畢啦，然後就可以即場揀相。哇，你睇下原圖都已經好靚啦，再即時收埋圖，效率非常驚人啊！變身韓妹大成功，成個體驗大概2小時，最後仲會印張相出嚟俾你帶翻屋企，非常推薦俾各位貪靚嘅姊妹們，真係靚到認唔到自己啊！位置就喺弘大，建議大家可以朝早嚟化個靚妝就可以周圍影相打卡啦。